我哋挑戰官商鄉嘅勾結，我哋反對政治暴力。但係我深信呢，我哋真正要去壓倒惡勢力嘅最好嘅辦法，其實除咗出嚟去撐，出嚟去我哋有一個表達團結機會，更加重要同埋更加長遠嘅就係，我哋要喺唔同嘅香港嘅地方，都去重新去形成一種民主嘅力量。我相信唯有民主可以戰勝暴力，係咪？係。民主戰勝暴力。民主戰勝暴力。民主戰勝暴力。無懼惡勢力。無懼惡勢力。民主戰勝暴力。民主戰勝暴力。打倒官商鄉勾結。打倒官商鄉勾結。無懼惡勢力。無懼惡勢力。好多謝大家，講埋先。梁振英下台。梁振英下台。打倒官商鄉勾結。打倒官商鄉勾結。喺今日喺未來，我知道啊，其實我已經知道，我尹兆堅同埋所有仲夠膽去講説話嘅立法會議員，我哋將來一定會面對更多嘅政治暴力威脅嘅。我已經可以同大家預告定先嘅啦。咁我喺呢度希望大家繼續，千祈唔好放棄香港，千祈唔好放棄香港。我唔放香港，尹兆堅唔好放香港，我哋都唔會放香港，好唔好啊？好！我哋一齊繼續勇敢嘅頂住、撐住，多謝晒大家。